大家好，又係理財密碼1011 Michael 啊！如果你同人溝通嘅時候，對方唔係好了解你，仲罵你為笨蛋喎，即係英文俗稱係 idiot 白痴啊咁樣，咁你喺心裏邊一定係覺得好難受啦。咁其實咧有一本書咧叫做 Surrounded by Idiots 被笨蛋包圍喎，裏邊咧探討咗人格差異而產生嘅溝通障礙，導致彼此誤解，總係覺得對方係笨蛋係傻嘅。被笨蛋包圍 Surrounded by Idiots 係由瑞典作者 Thomas 所著作嘅一本暢銷嘅書，係基於 DISC 人格理論，將人類嘅行為分為4種顏色嘅類型，紅色就代表主導型，黃色影響型，綠色穩定型，藍色分析型。書中咧係主要探討人因為人格差異而產生嘅溝通障礙，導致彼此誤解啊！所以喺書裏邊咧就會提供咗適應唔同類型嘅溝通策略，以改善人際關係同埋工作效率。以下就會詳細討論書籍呢個關鍵嘅要點。如果係因為大家都係屬於不同嘅人格類型而誤解到對方係笨蛋呢，咁樣真係好難溝通啊。Thomas 使用咗顏色嚟到簡化 DISC 模型 ：D Dominance、I Inducement、S Submission、C Analytic， 強調咧冇人係單一類型嘅，大多數人，例如80%嘅人咧係擁有2種主導嘅顏色，目的就係幫助讀者去辨識自己同埋他人行為嘅模式，從而提升溝通效能。每種類型都有佢嘅優點同埋缺點，視情景而定啊。首先講咗紅色類型先啦，係主導型 Dominance， 特點咧係積極、野心勃勃、果斷、競爭力強、擅長領導同埋快速決策。佢哋直言不諱，追求效率，適合危機處理啊。但係缺點咧就可能會顯得霸道急躁，忽略他人嘅感受，容易中斷他人發言或者強迫團隊跟隨啊。第二種就係黃色類型啊，影響型 Inducement， 特點就係樂觀、創意十足、社交能力強，喜歡交朋友同埋分享睇法啦，能夠激勵團體帶來活力啊。缺點就係衝動、注意力不集中、愛説話但不善傾聽，容易錯過截止期限，或者係過度樂觀導致計劃失敗啊。第三種類型係綠色啊，穩定型 Stability， 特點係平靜、忠誠、耐心，重視和諧，擅長團隊合作，避免衝突，適合維持穩定環境啊。缺點就係頑固被動，害怕改變，傾向迴避直接對抗，可能表面同意，但私下抱怨，導致進度緩慢啊。第4種就係藍色類型分析型 Analytic， 特點係細心、邏輯強、追求完美，擅長分析數據同埋制定計劃，重現證據同埋細節啊。缺點就係冷漠悲觀、過度挑剔、決策緩慢，需要多重驗證，可能顯得疏離或者係批評他人啦。聽完4種類型嘅時候，大家會唔會仲係停留咗一個階段，覺得周圍嘅人呢都係笨蛋呢？還是會覺得係溝通失敗嘅根源呢？其實主要嘅問題咧就包括咗溝通係依賴聽者嘅解讀，發言者講嘅話被聽者透過自身嘅偏見同埋框架過濾，導致信息扭曲。例如紅色類型直率嘅批評可能會被綠色類型視為攻擊，造成情緒嘅傷害啊！一定會考慮過唔同類型互動嘅時候會容易產生摩擦啦。例如紅色嘅領導者可能會覺得綠色員工太慢，黃色員工太散漫，而藍色員工太挑剔啦。呢個就會引發壓力、憤怒或者係低效啊。例如喺壓力底下，紅色同埋黃色類型可能會變得更加激進，而綠色同埋藍色就會更加退縮啊。情景因素同埋面具效應都係考慮因素之下，咁人就會唔同嘅情景戴上唔同嘅面具調整行為啊。如果佢哋唔了解真實嘅類型，容易誤判啊。書中亦都舉例啊，一位 CEO 因為冇辦法理解員工嘅行為而沮喪，覺得自己被笨蛋包圍啊，實際上係溝通風格唔匹配啊。
群體動態嘅問題都會產生啦。如果一個團隊係缺乏多樣性，係全紅色類型嘅，可能過度競爭而忽略細節；反之，全綠色嘅團隊就太過保守，難以創新。負面反饋，如果唔適應呢個類型，可能會加劇衝突。例如對黃色類型直接批評，可能會讓佢哋防衛嘅。呢啲問題不僅係影響工作效率，仲延伸到個人關係，造成不必要嘅衝突同埋孤立。問題提出咗啦，書中亦都有建議解決嘅方案，就係適應同埋有效互動啊。作者強調解決之道唔係改變他人，而係調整自己。溝通應以聽者為中心，關鍵嘅方案包括就係辨識人格類型啊，透過觀察行為、肢體語言同埋書寫風格辨別啦。例如紅色類型肢體動作大，黃色就愛聊天，綠色溫和，藍色謹慎。書中提供咗7言幫助讀者自評啊，適應溝通嘅風格，根據類型調整方法。對於紅色嘅類型咧，就係要採取直接、簡潔、聚焦結果，避免閒聊啊。對於黃色類型，熱情啦、互動啦，提供清單以防遺忘啊。對於綠色類型咧，要耐心一對一討論，給予時間適應，避免公開批評啊。對於藍色類型咧，就要提供數據，步驟詳細，回答所有嘅疑問啦。處理壓力同埋壞消息方面咧，就要了解各類型嘅壓力點啦。例如紅色係討厭延遲，藍色係討厭模糊嘅，用適當嘅方式傳達壞消息，減少衝突啦。第二就要考慮團隊嘅優化，鼓勵人格多樣化，發揮各類型嘅優勢啊。例如紅色可以推動動能，綠色可以維持和諧。練習情感嘅智力啊，視行為為工具箱，靈活運用啊。第三就係實踐應用啦。書中建議係透過實驗同埋觀察逐步改善啦，強調尊重差異，轉化笨蛋為值得尊重嘅伙伴啦。以我哋香港為例，香港咧係一個快節奏多元化國際金融中心啦，人格類型喺職場同埋日常生活中係常見衝突嘅，但係應用書中嘅方案就可以有效化解啊。以下就係一啲嘅情景舉例啊，係經典嘅職場例子咧，就係紅色老闆同埋綠色員工啊。喺香港嘅金融業，例如中環嘅投資銀行啊，一位紅色類型嘅老闆咧，果斷追求業績，可能會覺得一位穩定避免衝突嘅綠色員工係太慢啦，導致咗項目嘅延遲。呢個問題咧，老闆咧往往會覺得咧員工係笨蛋啊，完全唔知道佢諗乜嘢，員工咧就會抱怨壓力非常之大啊。咁有咩解決方案呢？老闆要適應綠色嘅風格，一對一耐心解釋任務嘅重要性，給予明確嘅時間表，令到員工逐步適應啊。例如一家銀行經理學習咗 DISC 之後，就會改用溫和討論，而並非命令啊。團隊效率提升咗20%啊，減少離職率。社會例子方面，綠色嘅朋友同埋紅色伙伴喺商業合作。喺香港嘅創業圈啦，一位綠色類型嘅企業家，譬如佢係重視和諧啊，同紅色嘅伙伴即係競爭力強嘅合作開餐廳。紅色伙伴就急於擴張，綠色咧就擔心風險導致爭執。呢個咧就係一個問題啦，彼此誤解，視對方為笨蛋，厭惡決策啦。解決方案當然係綠色伙伴學習直接溝通，紅色就要提供數據支持擴張計劃。例如佢哋可以應用書中嘅策略，定期會議聚焦結果同埋細節，成功將生意擴展到去唔同嘅地方，營業額會增長30%以上啊！教育例子咧就係藍色老師同埋黃色學生啊。喺香港嘅中學，藍色類型嘅老師咧追求完美，重視分析數據，可能會覺得有創意有活力嘅黃色學生唔夠認真，批評佢哋唔守規矩啊。呢個問題就係老師會視學生為笨蛋，學生就會視老師為冇趣啊。解決方案就係老師適應黃色嘅風格，用互動嘅遊戲傳授知識，提供清單追蹤進度啊。例如一位老師讀書後會改用小組討論啦，學生參與度就會提高，成績改善啦。
做一個總結啦，被笨蛋包圍教導我哋人際問題往往係源自人格嘅差異，而並非愚蠢啦。透過辨識同埋適應喺香港呢個高壓多文化嘅環境之中咧，呢套理論係特別實用嘅，能夠提升職場嘅績效、家庭和諧同埋社會互動啊。建議 fans 親自應用測驗，體驗轉變啦。大家聽完今集，希望日後同人哋有唔同嘅意見嘅時候，唔好往往都係覺得對方係 idiot 係一個笨蛋，而係因為人格差異而產生嘅溝通障礙，導致彼此嘅誤解啊！希望今集可以幫到大家。大家聽完今集被笨蛋包圍啦，係咪學習咗好多嘢呢？歡迎同我留言分享，記住同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